我相信睇到呢一條片嘅你呢，每日都會抽一段時間去上網㗎。但係你有冇諗過喺網絡世界入邊，除咗你想開嘅網站之外，仲有好多隱藏咗嘅網站係連 Google 搜尋都揾唔到嘅。而呢一類網站就被稱之為 Deep Web 深層網。而喺呢類 Deep Web 入邊，往往係充斥住暴力、毒品，甚至係你想象唔到嘅犯罪。呢類犯罪網站就被稱之為 Darknet 暗網。今日我整呢條片介紹 Deep Web，絕對唔係為咗鼓勵大家去上 Deep Web 嘅，反而呢，我係想大家了解到 Deep Web 同埋 Darknet 呢係充滿咗犯罪同埋陷阱嘅。所以如果你上 Darknet 嘅話呢，分分鐘犯咗法都唔知。就算你知自己冇犯法，你都可能因為上 Darknet 而搞到暴露中咗毒。好啦，講咗咁耐， Deep Web 到底係咩嚟嘅呢？睇下呢一張圖，圖上面好清楚咁將網絡世界分開咗為 Surface Web 表層網、Deep Web 深層網同埋 Darknet 暗網。而網絡世界就好似一座冰山咁，你見到嘅嘢只有一小部分係喺水面上，水面上嘅嘢係由搜尋引擎嘅一種名為網絡蜘蛛 Web Spider 嘅程式一個接一個頁面咁樣揾到嘅，所以你先可以好輕鬆咁喺 Google 揾你想要嘅嘢。但係有 95% 嘅網站都係網絡蜘蛛冇辦法去到嘅，而呢類搜尋引擎揾唔到嘅網站就被稱之為 Deep Web。要澄清嘅一點就係呢，有好多人都以為 Deep Web 就係 Darknet 嚟噶。其實廣義上嚟講，所有需要登入嘅嘢或者需要特定權限先至可以瀏覽嘅網站都係屬於 Deep Web， 包括學校嘅內聯網、網上銀行賬戶，甚至係你 send 出去嘅一封 email。所以話要完全避開 Deep Web 係冇可能。我哋要注意嘅只係狹義上嘅 Deep Web， 亦即係 Darknet。呢類網站呢，多數都要用一啲專用嘅程式先至上到㗎，而有一啲呢，就要設定專用嘅 proxy 先至上到。就係因為有呢種技術，加上一個叫做 Bitcoin 嘅電子貨幣，令到 Darknet 成為違法交易嘅平台同埋罪犯嘅溫床。根據牛津大學網絡研究所嘅統計，香港每日有1000人用緊 Darknet， 而呢1000人入面，我相信有唔少係因為好奇心或者誤打誤撞走咗入去嘅。所以都係嗰句啦，唔好上 Darknet， 如果唔係你就中伏啦。嚟緊我計劃同大家講下一啲 Darknet 嘅故事，同埋匿名交易嘅貨幣，亦即係 Bitcoin， 同埋一啲出名有害嘅 Darknet 嘅網站，例如 Hidden Wiki 啊，同埋已經滅亡咗嘅 Silk Road 絲綢之路同佢哋嘅害處。嚟緊呢，我仲會整更多嘅影片㗎，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 或者上 Facebook 俾個 like 都得㗎。